可是异族10万大军逼近京城，我守城只有5万，该如何是好啊？哪位爱卿愿出来领兵击退异族？陛下，以5万兵马对抗数10万大军，实在是以卵击石。与其兵戎相见，生灵涂炭，不如称降，以割地相让，先解决眼下之危机，日后再夺回也不迟啊！混账！泱泱天朝割地求和，向异族投降，你让朕以后怎么面对列祖列宗？真是白养你们了！太平的时候就知道殃祸百姓，现在朕需要你们站出来为朕分忧，你们却当了缩头乌龟。割地求和，我要你们干什么？陛下息怒！陛下息怒！陛下！你们给我听好了，现在就算只剩下朕一人，朕也会死守京城，以死殉国。请陛下息怒，老臣有一建议。说，危难出英雄，臣建议选拔武状元，从京城将士中选拔一位有胆识、武功最佳的人为武状元，兼兵马元帅，带领我朝大军抵抗异族。若武状元凯旋而归，便可为驸马，作为皇恩浩荡的奖励。现在也只能如此了。此事就由爱卿来负责，快选拔。臣领旨。虽说当上武状元便能提升元帅，统领我朝兵马，但此事看似荣耀，实则凶多吉少。大哥，你可要考虑清楚再做决定。我朝有难，作为天朝将士，自当报效于前，岂能贪生怕死，退缩于后？我已经决定了，会全力争夺这武状元之位。禁军之中不乏高手，就算你把他们全部打倒了，当上了武状元，可是我们还要出兵100万军马，就算禁军中全是精锐，我们也难以抵挡。大哥，你还是要好好考虑清楚，不然我们就是去送死啊！就算是去送死，我也不能看着静儿下嫁旁人，让异族践踏我们的大好河山。大哥，二弟，我知道你担心我的安危，但我这条命是静儿给的，我亏欠她的已经够多了，于公于私，我都不能置之不理。大丈夫，血洒疆场，保家卫国，这是责任，也是荣耀。就算我真的不能活着回来，至少我对得起朝廷，对得起静儿。大哥赤胆忠心，二弟佩服，难怪静儿对你情有独钟。对了，阿莫现在怎么样？哦，阿莲正在施法帮他招魂呢。灵宝符阵，电灼光华，众邪吞之，游魂普遍，南无护法，谨放归命。莫侍卫，莫侍卫，喂，阿莫，阿莫，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当然记得，小侯爷有何指教？哎呀，一听这语气啊，看来心冷如铁的阿莫终于回来了。哼，老天保佑，总算让你恢复正常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既然都不记得了，也就不用再提了，免得你听了之后心里臊得慌。真是太好了，你终于不用缠着本侯爷了。
真是心情舒畅。看来阿莫叨扰多日，告辞了，我这就回宫去找公主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刚才给阿莫施法的时候伤了元气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懂得召回魂魄的？我爹去世的时候，我悲痛万分。那时候我也年轻，总以为法术是无边无界的，我就想着找一些招魂还有束魂的方法，可是都无能为力。我看阿莫的情况，加上白马寺玲珑的灵气，应该差不多。没想到真撞上了。原来如此。哎，郑大哥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什么时候可以把妖典还给我？我想那是师弟的传家之物，而且我想找找有没有救庞朗眼睛的办法。我现在满心想的都是守卫京城的大事，你不但不能为我分忧，却只顾着那个妖典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？不是，我就是想帮庞朗。好了，我还有军务要处理，你先回房休息吧。有了万妖，只需再进一步，天下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凭你这个小小的孽畜，想与我斗，太自不量力了。冰蛇，冰蛇，主人，无需再为我浪费神力。冰蛇命数已尽，不必多此一举。冰蛇死不足惜，求主人尽快收服万妖，重压寒冰地狱，否则三界大乱，主人难逃天规。冰蛇，本尊不让你死，你不能死！冰蛇，冰蛇，浮生，你疏忽职守，致使寒冰地狱结界被破，万妖逃脱，祸及三界。我等奉天地旨意，押你回天庭受审。浮生认罪，
愿领受一切惩罚。但浮生的罪由浮生一人承担，与他人无关。劳烦二位回去禀告天帝，待浮生捉回万妖，朕在这寒冰地狱之下，自会上天庭领罪。劳烦二位。姐姐，你觉不觉得京城不一样了？怎么这么冷清啊？人人都拿着行李，好像要逃难的样子。彩雀，小薇姐，你们听，那个靖公主诈死埋名，得罪了异族，才引起的战火之灾，真是红颜祸水啊！哎呀，别提了，要不是她，咱们怎么可能流离失所、家国不保呢？我看她呀，根本就是妖孽下凡。我还听人说她脸上有妖咒，你说她不是妖是什么呀？虽然说我不喜欢李靖，可也不至于把他说成这样啊！到底是谁这么恶毒，竟然这样造谣陷害他？是谁竟敢妖言惑众，令百姓人心惶惶？给我严查此事，造谣者格杀勿论！陛下，您别生气了，百姓们无知，容易被谣言蛊惑。宫中但凡有一点小事，就容易被他们捕风捉影、添油加醋，想象一番。更何况这么大的事，再说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您何必大动肝火呢？但事关静儿的名声，朕怎能不动怒呢？陛下，公主脸上的符咒在宫中已经是尽人皆知了，百姓们想要知道也不足为奇。何况谣言又不是空穴来风，若不是惹出这么大的乱子，百姓们不会造出这些谣言的。公主，这次谁也帮不了你了。现在民怨鼎沸，您身为公主，也应该为陛下分一分忧啊。父皇，女儿不会再让您为我担忧了。女儿自有办法。公主，王校尉已带到。三妹。我也听表兄说了，谢谢大哥，为我争夺武状元。我不仅是为你，也是为了尽天朝子民之责。这不仅是陛下的江山，也是我义妹父皇的江山。我当然要身先士卒，义不容辞。静儿有你这样的大哥，此生无悔。三妹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好你。虽然之前我们没有成亲，但是我承诺过的，我绝不食言。武状元之位，我势在必得。如果他日能活着回来，我一定会信守承诺，倾尽此生，照顾你，保护你。大哥，谢谢你对静儿的承诺，只是静儿已经不值得你再犯险了。我一直在等你。我想好了，我答应你的要求。你最好想清楚了，
一旦换心画皮，便没有机会再反悔。我意已决，是不会后悔的。我不想再让父皇为我遭受百姓的非议，也不想让大哥再为我自责了。我愿意将心给你。明天便是武状元的比武，我要以这颗心换取无瑕的容颜，到时候展现给百官将士，不仅证明我不是妖，更要重振士气，抵御异族。可换了心，你变成了妖，就永世不能和王大哥在一起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将心给了你，你变成了人，不是吗？该陪在大哥身边的人是你，小薇。只要大哥能够幸福快乐，我便幸福快乐了。能不能陪在大哥身边，又如何呢？你真的想清楚了？小薇，即便你是妖，我也是羡慕你的。我从出生起就已经注定，身为一朝公主，我有无法逃避的责任。而现在，也是我该为父皇分忧的时候了。我知道，大哥喜欢的人是你，我愿意成全你们。只怕我变成人的那一天，在他心里，我却永远都只是个妖。虽然你是妖，可大哥他是爱你的。我看得出来，大哥看你的眼神跟看我不一样。只要你变成了人，他一定会接受你的。到时候，你们便可以长相厮守了。我心甘情愿将心交给你，只希望你能够给大哥幸福。那你呢？你我都希望大哥幸福。既然你做得到，我有心无心，是人是妖，都无关紧要了。3日之后，便是血月日时。你要是后悔的话，还来得及。不悔。诸位爱卿，都坐吧。谢陛下。
陛下有命，武状元比类开始。第一回合，王英校尉对阵梁贺副将。下一位，杨牧副将。陈勇副将。下一回合，王英校尉对阵禁军副尉郑吉。郑吉怎么会来比试？这不趁人之危吗？王校尉，承让。郑贤弟，承让。
郑兄，你为什么要上台？大哥已经打了这么多场了，已经是强弩之末。大哥，你要小心呐。父皇，朕宣布，提升郑吉为武状元兼兵马元帅，掌帅印，即日调兵遣将，击退异族。谢陛下隆恩。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，臣愿为先锋，上阵杀敌，抵抗异族。陛下，臣也愿意一起上阵，誓死守卫京城。难得你们有一片忠君爱国之心，朕准了。谢陛下，谢陛下。停身。谢陛下，谢陛下。王英，没想到我郑吉终有一日，也能让你尝尝做我手下败将的滋味。金皇公主，早晚是我的。郑贤弟，贤弟，我还以为你会称我为郑元帅。郑元帅，为何突然夺位啊？怎么，武状元你能做，我就不能做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起过。哼，难道我做什么说什么，都要向你禀报吗，王校尉？不要以为你能做的，别人就做不了。
我现在告诉你，我郑吉可以比你做得更好。你为何突然变成这样？你是为了静儿，并不是为了天朝百姓，是不是？王校尉，你这样说未免就太偏颇了。我郑吉怎么会是因为儿女情长而一时冲动呢？领兵御敌，我责无旁贷。你要是有闲工夫来管这些事情，不如好好的去准备一下出征的事。要是到时候出了什么疏漏，别怪我不念往日情谊，军法处置。郑大哥，我都听说了，你为什么要跟王大哥争武状元之位？你不知道赢了之后要做驸马吗？那又怎么样？那你为什么还要去？你不是答应我要娶我的吗？阿莲，等我打败了异族大军，自然会娶你。你实话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还喜欢静公主？阿莲，你想太多了。我之前屈居于王英之下，一直不能得志。如今我只能兵行险招，有这么好的机会，鱼跃龙门，位极人臣，得我朝兵权，我怎么会错过？至于公主，她心仪王英，她一定会恳请陛下招王英为驸马的。明日我就要整装待发了，对阵异族大军，那可是九死一生。你难道就不为我担心一下吗？我当然担心了，是我错怪了。好了，没关系的。没想到郑吉竟然会争夺武状元之位，真是深藏不露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还有3日，便是血月日食之日。3日之后，你就会彻底变成一个妖。公主，你别担心，驸马一事一定还有转圜余地。战场上金戈铁马，到最后结果如何还未可知。公主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一时头昏。公主，你的容貌怎么突然间好了呢？是哪位太医医好的？一定要好好赏赐他。哦，也许是老天他垂怜我，所以就不医而愈了吧。阿莫，我有些累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阿莫告退。原来妖眼中的尘世是这样的，冰冷灰白，只有人的心是红色的。
难怪小薇要跟我换血，原来没有新的世界是这么的冰冷。大哥，探子来报，异族大军已逼近京城，若马不停歇，明日旦夕之间就可能兵临城下。前来护驾的援军，何时能到？派去求援的人来报，最快也要后天晚上。后天晚上。除了5万禁军，各部各府能调用的兵马到底有多少？已经调用了所有能用的人，包括宫里大部分侍卫都去守城池，也才6万左右，而且仓促应战，防守军备严重不足。若敌军强行攻城，恐怕我们难以守住。说的没错，所以我们要在他们进城之前挡住他们。可是异族大军100万之众，如何抵挡啊？他们长途行军，不可能一到城外就马上开战。我们先跟他们周旋，再伺机寻找破解之法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郑吉不顾情义，趁人之危，实在太可恶了。我还以为他是个胸怀坦荡、不爱名利的好男儿，没想到他城府那么深，亏我们对他那么信任，原来都是伪装的。京城有难，护驾为先，这些琐事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。我们都是为朝廷效力，谁当武状元都是一样的。大哥，这怎么能一样呢？武状元便是准驸马。只要我们能尽忠职守，无愧于自己，那就可以了。大哥，你就是太过豁达宽容，才会被人家利用，气至头上。姑娘，你有身孕了，但是这胎气很怪，老夫行医多年，还从来没有见过。听说啊，这是京城有名的大夫，兴许会有办法的，你不要担心了，啊。只要能治好你的眼睛，花点钱算什么呀？这一路上赶到京城，你跟小薇姐为了照顾我，已经花了许多钱。眼下，咱们应该没有什么银子了吧？哪还有闲钱治病啊？我说有就有，就别担心了。咱们俩人一心，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那，你不要想着偷人家的钱啊！凡事有因必有果，你偷了别人的钱，会造业的。知道了。怎么那么啰嗦？彩雀，我现在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就等同于半个废人，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照顾你，陪你玩了。你要是嫌我麻烦的话，就告诉我，我不会拖累你的。傻子，我没有觉得你拖累我。你不是说过要我当你的眼睛吗？现在这样，我觉得很好啊。你跟我就能一直在一起了，就算我现出妖形了，你也不会嫌弃我，对不对？走吧。师弟，对不起，我没脸再见你了。怎么了？我好像听见师姐的铃声了。要是你师姐的话，早就冲上来杀我了。你听错了吧？也许是我听错了吧。走。走。应该快到了。阿莲，你来的正好，看看我这身金甲，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不高兴？郑大哥，药典什么时候能拿回来？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我拿去给我爹疗伤，等他伤痊愈了，我自然会拿回来还你。你这一再催促，难道是信不过我吗？
还是不想我爹把伤治好啊？不是，是因为今天我在街上遇到我师弟庞郎，他的眼睛已经瞎了。我想看妖典里有没有办法治他的眼睛。妖典里只有治妖的方法，对人有何用？愚蠢！不好，司徒拿走妖典疗伤，说明他是妖，那他妖的身份就暴露了。可能也是我笨吧。不过郑大哥，等你打败了异族凯旋归来，肯定能加官进爵。到时候一定要找一个好大夫治庞郎的眼睛。这个当然，庞郎是你的师弟，那也就是我的亲人，我一定会想办法的。谢谢郑大哥。庞郎来了，那彩雀和小维肯定也来了。哦，对了，阿莲，我还有军务要处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郑大哥，怎么了？我已经有什么事，等我回来再说。我怀了你的孩子，如果司徒是妖，那你呢？那我和孩子呢？我不能乱想，我要相信郑大哥，相信他不会骗我的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侵袭，它占据我的眼睛，你却长在我心里。错乱的爱情，忘记了聪明，心碎的声音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